資大道，林潔瑩、何文傑。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 ，MBO TV 會現場直播，可以聽到同埋睇到我哋嘅。我哋今日咧請到呢一位嘉賓就係香港都會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嘅助理教授林一鳴啦。Hello， 你好，大家好。你上到嚟咧咁啊，傾下投資環境啦，傾下而家個方向究竟係點啦。咁啊，SpaceX 咧即將喺美國度上市啦，咁啊呢個禮拜尾啦，咁全球都關注住嘅焦點之一啦。你點樣預測嗰個情況呢？其實嗱，首先嗱，我自己就對 SpaceX 就唔係太大興趣嘅，主要就因為貴，同埋個前景就真係好一般啦。嗱，首先嗱，我哋噏下啲數據先啦。如果譬如你話 SpaceX 佢而家出咗 IPO 招股書啊，其實都有，咁咧營收就187億美金啦。但係你計下，如果佢而家即係你當佢即係而家個價錢計啦，大約即係個 P/S/P， 因為佢冇盈利嘅，所以冇 P/E 嘅 P/S 其實95倍嘅，因為佢個市值差唔多177,700億，當佢135美金會估計啦。所以如果你話咁嘅話，哇，好貴喎！呢個嗱，當然嗱，我哋唔可以話佢PS 高 PE 高貴，佢可能盈利會增長好多噶嘛。嗱，但係呢個我就有少少保留啦。嗱，好多人咧有個誤解過，唔知唔知啊？SpaceX 梗係以為係做火箭航天飛上去嗱，其實嗰個業務咧係佔1/3一般嘅啫。嗱，佢最大嘅業務咧，其實就叫嗰個 Starlink。Starlink 係咩咧？就好似即係乜咧？國際衛星版嘅中移動。咁咧你可以即係譬如我去到沙漠，梗係你收唔到啦。咁你可以敷佢個 Starlink， 但係其實呢個係最賺錢嘅。佢187億裏邊咧有113億嘅，差唔多你當60%幾啦，都係嗰啲收入喺呢度嚟嘅。營業利潤係44億。嗱，當然啦，你話呢個唔錯喎。嗱，但係如果你兩邊睇啦，如果你當佢係中移動咁炒，喂，中移動 P11 倍啫嘛，派息6厘。咁如果佢盈利40幾億嘅，我比較佢可能20倍、30倍、40倍 PE， 佢咪1000幾億市值咯，計好盡。咁點值17億呢？當然啦，比較我自己覺得有少少 concern嘅，佢好似而家個 focus 嘅話咧 ，Starlink 同埋航天呢都未必係重點。佢走咗去搞 AI， 佢收購咗 XAI 啊嘛。嗱，呢個虧損就勁啦，虧損咗63.5億啦，係啦。2026年第一季虧損，哇，已經睇到成42.8億。嗱，我就會有幾個懷疑啦。第一，究竟 SpaceX 係咩嚟呢？如果佢係一個衛星版嘅中移動，我冇理由咁貴㗎，係啦，俾夠30倍 PE 佢 OK 啦。如果我當佢係 AI 股嘅，出面大把啦。如果譬如我當佢係即係真係做啲太空火箭之類嗰啲，嗰 part 又好似未來前景，你當打個平咧，又未必賺錢喎。所以諗來諗去嘅話，都好似即係麻麻地咁樣啦，係啦。佢即係太過拉雜成軍係嘛？即係你發火箭又係關佢事，星鏈又關佢事，跟住社交媒體個 X 又拉關佢事，跟住 AI 都關佢事。最近又話晶片生產又關佢事，AI 個平台又關佢事。即係其實如果以一個上市嘅即係形象或者一個企業嗰個焦點嚟講咧，佢就真係百搭咁樣，但個估值可以創到1.45兆咁，佢點樣計出嚟嘅咧？即係嗰個冇計啊！佢噏個股價130幾蚊咁乘翻個股數就係咪市場氣氛推動呢？我諗都係嘅啦，因為大家覺得咦，你一出嚟已經咁大啦，同埋 Elon Musk 個名咁嚟，大家其實冇咗好多人一講 SpaceX， 哇，火箭咯，全個地球得一間公司，但係你睇下好似唔係好對路喎，佢又變咗好似嗱，因為如果你話火箭嘅話呢，有6.6億美元虧損嘅啦，我覺得未來嗰5至10年，佢最多可能做到 break even 啦，唔使輸啦。但係你話要賺大錢就好難嘅。我諗 Elon Musk 佢都知，你靠做火箭，你攞盈利咁易咩？真係唔係好多客嘅啫嘛。咁如果你話做 Starlink， 即係我哋叫做即係衛星版嘅中移動，市場可能俾20倍 PE 嚟嘅啫，你去唔到萬幾億市值個係啦。咁所以佢又西樣失嗰樣，嘗試去失到有少少即係雜牌咁樣咯，5-6樣嘢咁擺埋一齊，咁變咗就即係你講乜嘢都有怪怪地好似係啦，係。
咁啊，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咁講呢，即係其實大家都關注住呢一個啦。咁另外呢，就關注住嗰個美伊嘅戰事啦。咁今朝早呢，其實你睇翻亦都呢有啲還擊出現啦。美伊方面嘅戰事又係緊張翻啦。咁啊，能源價格其實都上漲咗啦。雖然而家話差唔多$90一桶左右啦，呢啲位啦，投資環境又點樣睇呢？嗱，我覺得嘅而家即係對於個美伊個股市好似已經消化咗嘅。即係你話如果啱啱開始嗰陣啦，係啦，譬如3月，你話真係射個飛彈又炸啊，哇！個股市真係叭叭聲咁喺度冧嘅，但係好短時間啫喎，就好似你見到唔好理啦，而家開始就，因為好似有少少變咗俄羅斯烏克蘭樣啦。大家我自己啦預咗佢冇咁快嘅，亦都唔會咁快經驗數，可能真係磨1-2年、3-4年都唔頂嘅。嗱，而市場對於個戰爭個恐懼其實減低咗啦。不過呢，有個產生係減息個預期真係降溫㗎啦。咁之前即係換咗聯儲局主席大家都以為會唔會即係Donald Trump俾啲即係推動力佢喐下個頭啊？而家冇可能推得喐㗎啦。即係你話油價，我覺得有機會去到今年年底或者出年都係90零蚊呢啲咁嘅位，100左右附近。喺咁嘅時候減息唔使諗啦。美金你會繼續走強嗱，譬如我今朝 check 過啦，美金對 yen 話已經160啦 ，US Index 99.34，係啦，已經去到呢啲咁嘅位，好似美金又走強咗啦。當然你話唔減，即係減息預期完全唔喐個息，同埋美金強呢，呢個對個市就真係個影響就大啲，多過實質個戰爭個情況咯。咁戰爭最新發展就美軍即係承認嗰個阿帕奇直升機就被擊落啦，係伊朗擊落，開頭唔知機件壞定點啦，不過就冇美軍傷亡嘅即係跳得切咁飛機師、直升機師，咁但係呢個會升溫嘅喎即係如果美國還手嘅話咁伊朗又唔會放過喎，伊朗就而家都嘴硬嘅同阿特朗普一樣。而家最新呢，就呢路透社引述呢，就係美國軍方呢，就中央指揮部呢部隊打擊咗呢，就係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嘅伊朗防空地面同埋控制站以及監察站嗰個雷達站噶啦咁大家而家互相喺度即係攻擊緊。但係一路講話戰爭就伊朗控制咗個霍爾木茲海峽呢，就令到唔係話淨係除咗石油之外，好多副產品甚至乎你啲化肥啲石油副產品塑膠油墨咁呢啲各式各樣都會有個傳導效應嘅，即係走到去即係全球都係會通脹增加，航運成本增加，咁呢啲又係加唔到息嘅，呢個形勢係咪都變唔到咧？其實都變唔到㗎啦。幾樣啦，首先第一個戰爭，我覺得真係有機會會拖2年、2-3年，因為伊朗仲難嘅，你知佢係山區好似一個谷咁樣。如果你話純粹撳掣去射飛彈呢，你話完全要打贏佢有啲難嘅，而派地面部隊美軍變到咁未試過咩係啦？咁所以你話美國佢即係可能都係拖拖拉拉咁，因為佢都知道個情況要贏亦都唔難。咁而當然伊朗亦都冇可能贏到啦。咁然之後就亦都唔可能話咩傾即係取消晒所有核彈冇嗰啲，伊朗亦都唔會應承嘅。所以有機會拖拉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我識唔喐。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嘅油價高企啦，好似頭先話所有嘅航運都影響咗，所以呢個通脹會上翻去。嗱，依個就麻煩啦。咁你通脹上翻去，咁你想減息完全唔使諗噶啦。咁當然呢，頭先我哋提到美匯啦，咁其實呢，美匯都去到100嗰個指數呢，美匯指數去到100啦。咁睇到呢，唔同嘅貨幣方面呢個走向都比較弱啲，尤其是係 yen 啦。不過今朝呢，韓圜呢升翻呢1%左右嚇。咁點樣睇嗰個央行嘅取態呢？特別即係日本央行其實嚟緊呢，就即將又會議息啦，大家關注住會唔會真係喐呢？講加息講咗好耐咯。我諗加息就未必咁嘅，可能都係 keep 住唔喐咁樣啦。因為始終即係比較大嘅不確定性都係喺個戰爭嗰度。咁大家都唔知，但係都係我自己預計啦，就有排和嘅，而亦都係溫和嘅，可能即係不停咁發口炮，你鬧下我鬧下你，跟住一個月可能2-3個飛彈飛下去，咁就跟住就係咁樣喺度拖。好似講得好易啊，其實真係即係都好心前。唔知前日先過嚟話，佢話2個星期之內結束個戰爭。咁但係呢句嘢其實我哋聽過10次以上㗎啦，係啦，繼續都係講完，跟住又冇嘢。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諗按兵不動係會比較多嘅。即係當然你話就算日本美國就肯定亦都唔可能加息啦，亦都唔會減息。咁我諗大家都係 keep 住唔喐嗰個情況會比較多啲咯，我自己覺得。嗱個息就冇得減㗎啦，預計今年咁香港呢邊其實就係之前都有憧憬過減息會唔會可以有啦，而家
無諗嘅。預期方面，港股個走勢係點呢？我哋見到呢，日韓股市雖然呢今日呢都回翻啦，咁韓國更加係跌咗超過2%啦。咁但係今年以嚟呢，其實佢哋個升幅都相當顯著。但係似乎呢，港股方面呢，就私人獨潮水啦。點樣睇個情況呢？其實港股我諗之前都係，我覺得係會還，即係嗱，你話好似之前咁樣強烈睇淡嘅離開就唔會㗎啦。你之前講話珍惜生命要遠離港股啊嘛，係啊，呢個2021、23嗰段時間都係，因為嗰陣時嘅原因，我諗尤其係2020至21啦，大家都知道，咦，中美關係開始差，同埋香港都有啲政治上高嘅轉變，好多時候我即係身邊好多外資啊嗰啲做基金經理嗰啲朋友，佢真係走咗嘅，人走錢走，咁當然個股市又跌啦，資金流，咁而家譬如近於2025、26咁啦，其實個市係比較立咗啲嘅，因為錢走咗嗰啲已經走晒㗎啦，唔會再有新錢走㗎啦。但係你話有冇啲新錢入，又好似冇乜，所以你見個市都係譬如打橫啦。譬如你話如果睇翻舊年年底到而家都係25000，中間升嗰啲又跌嗰啲啦，咁而家又24000、25000，其實差唔多橫行㗎。我覺得今年嘅情況之下都係橫多嘅，可能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太悲觀嘅，即係可能譬如你話升幾個 percent 都有機會，但係幾個 percent 嘅啫，你唔好諗住爆上去3萬嗰啲，暫時就唔似，因為唔見有好大幅嘅資金流入，特別啲外資即係啲錢都未翻。都係嗰句啦，如果有一日大家走去中環下一轉，咦，發覺啲 A 股嗰啲 office 坐滿人，唔係17% 嘅空置率咯，咦，個市就3萬啦，但係暫時未見。但係成個亞洲嘅股市真係咁升啊！隨住嗰個人工智能浪潮係嘛，即係但係佢哋升啊，即係台股都升到新高啦，係嘛？咁即係仲排世界排名再前咗添啊！咁但係我哋去港股獨潮水可以話係咁係咪？避咗災咧即係避咗呢個可以換一個角度樂觀啲去睇咧，即係避咗呢個泡沫咧。其實都唔係泡沫啊！嗱，譬如即係講翻譬如10幾20年前我都做過啲基金基金嘅。通常我哋即係美國嗰邊啦，一個 Global Equity Fund 一定會有2至3成 allocate 咗喺 Asia。其實嗰陣大部分係 China 同 Hong Kong 嘅，其實嗰嚿錢係天文數字嚟㗎，因為你 compare 中國，美國嗰啲錢或者歐洲真係好大㗎，佢好高比嗰啲退休金其他嗰啲。咁喺自從2020之後咧，我識得唔講名啦，好多佢哋喺個 Global Equity Fund Asia 咧嗰 part 執走咗 China 同 Hong Kong，可能之前擺20幾嘅，擺少少啦，3、5咁，但係佢成個 Asia 嗰個比例佢係冇變，佢仲 keep 翻2成，錢去咗邊呢？去咗日本，去咗印度，總之你係甚至去咗韓國，去其他，因為佢都要 Asia，佢個高比率分佢唔可以 Asia 變咗0噶嘛，20就係20，咁20嘅之前可能真係18係 China Hong Kong，即係港股啦，佢買唔到 A 股噶嘛，10幾年前，咁但係而家嘅話呢，可能嗰啲可能得幾個 percent 係 China Hong Kong， 10幾個 percent 去到日本其他亞洲。所以你見到啲印尼啲越南有啲地方都好奇怪咁樣升咗，其實就係錢啦。即係我始終都係嗰個信念，就係股市其實分析咩都冇用嘅，好似個河咁樣。當啲水湧入去嘅時候嘅河面就會升，當啲水走就會跌。咁你冇咗美國嗰啲好大高波 Edison 嗰條大水喉嘅話呢，你要港股叭叭聲咁樣升上去呢？嗱，因為而家你見到就算國內嗰啲水樽嚟嘅啫嘛，都係開到啲礦泉水都落去，同人哋汪洋大海幾唔同下，都嚟緊都會係陸續有咁嘅情況。但係有個好處，起碼暫時見唔到啲錢走嘅，係啦。但係美金持續強呢，其實睇到譬如對 yen 對韓元甚至可能對印尼盾呢，其實都係個顯著嘅升幅啦。咁你點樣睇即係嗰個貨幣方面有冇危機咧？其實貨幣暫時就冇乜危機嘅，係啦。咁即係有時 yen 弱啲，對我諗對日本其實兩面嘅，有某個程度睇都 OK 嘅，都唔錯。咁佢推到佢自己嘅貿易出口啊。咁而你話美金而家其實強都係翻去即係99點幾至100左右呢個情況啦。呢個情況都係比較舒服嘅。你見譬如就算俾人民幣，其實都係喺嗰啲位，係日本會暫時見到會比較弱啲，即係落翻去即係去翻160嗰啲位啊。所以你問我有冇危機？暫時如果你話喺個 currency 嘅程度嘅話咧，咁正常啦，即係大家諗譬如美國唔減息啦，起碼唔加息，咁美金梗係強翻啲嘅啦，係啦，好正常我覺得係。咁當然啦，其實咧有個 sector 咧，其實咧舊年年中到而家咧都一路都睇好啦，就係咧香港嗰個樓市嘅情況啦。其實住宅嘅樓價咧，去年年中開始一路咧去到而家咧氣氛相當之好啦，走勢有冇機會突破咧？你自己睇？
其實都係我話從之預測差唔多啦，今年都係可能幾個 percent 至1成到嘅升幅。嗱，個氣氛好咗嘅，因為始終係你見到有好多嘅國內人啦，咁包括咗專才啊、優才啊、高才啊、咩才，佢哋真係10幾萬咁樣湧咗嚟香港。嗱，但係咧佢哋你話買樓唔多嘅，我覺得即係嗰堆人嘅話，好多同記過可能。嗰堆人裏邊可能有5至10個 percent，佢哋係有興趣真係買樓嘅，但係可能計翻數咪萬零人咯。咁大部分8至9成都係可能有一半，佢哋係會租樓住，佢哋另外一半呢，可能嚟咗一排啊，跟住決定咗走啦，唔翻去啦。都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見到租務升得好急嘅，租叭聲，譬如你真係舊年同今年真係啲租升咗1成㗎。一 renew 個租約，我通常2年一次租約，每次就擺出去，其實幾日就已經爭住好多人要租，一次過俾半年、1年租金，個租加上去都10幾20個 percent 咁每次，其實呢個係幾好嘅。咁當然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推高咗個樓價，咁當然暫時仲係一手嗰方面推得比較好啲啦，因為一手貨尾都差唔多清得即係大部分啦，所以你見一手個價企翻硬好多嘅，二手始終都係嗰句有少少嘅升幅。但係每年可能都係1成之內左右啦，因為始終二手都係好似我哋呢啲咁，俾啲60歲啊嗰啲人 hold 住晒，咁又唔買又唔賣，咁暫時會比較靜啲。但係整體嚟講都偏向樂觀啦，但係又唔係話叭聲咁樣升上去，每年譬如5至10個 percent 升幅呢啲咁嘅舒服位咯。喺而家嘅投資環境之下，你自己睇嘅個人嗰個資產配置上面，應該係點呢？嗱，當然睇你自己咩年紀啦，係啊。想問下 tips 都唔得好似我哋呢啲咁嘅，嗱，好似我哋咁嘅年紀啦，暫時我即係以前就炒得比較瘋狂啲嘅，而家都舒服啦。可能6成到，我都會擺咗喺一啲嘅債券嗰度。咁呢啲穩穩陣陣收幾啲息就算啦。咁剩低嗰3至4成，嗱，譬如而家嘅話咧，大約都係一半美股一半港股左右啦。港股都係啲普普通通咁舒服啲嗰啲。咁當然有部分可能幾個 percent 咧，都會投資一啲譬如高科技股譬如AI 嘅 A 股嘅科創板嘅，我一路都睇得幾好嘅。呢個會係近排回翻少少都可以考慮，因為你見到其實港股佢有科創啦。即係好似18師章嗰啲得14間嘅啫。咁而 A 股佢都有科創板，好嘅公司上市咧，好似好多係去咗 A 股科創板嘅。而家6、7、8隻㗎啦，個總市值係10萬億人民幣，好大個 market。其實做咗7年到嘅啫，基本上係。咁而18師章香港咁，你有啲叫做都係啲科技股啦，其實都係比較細翳啲啦，但係都係啲 Minimax 之類嗰啲，係得幾間有啲名，但係所以嗰 part 我自己翻嚟睇好啲嘅，即係譬如 A 股科創板嗰啲都即係 out 期咗依年齡度咧，都 out 期咗一部分嘅錢落去，因為買呢啲我覺得會安心過買美國嗰啲 AI 股，嗰啲真係即係之前都有買落啦，但係見到都高位喎，有啲都收割咗，咁搬咗去啲 A 股科創板嗰啲位置嗰度咯。咁投資呢都要因應翻自己嘅情況咯，考慮啦，特別係呢你唔同年紀呢，其實投資策略都唔同啊。今日呢多謝晒林一鳴，多謝晒。唔該晒。